然后很有奥运的精神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有带礼物来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今天也必须跟他报告，不然有在法国买了很多礼物，这样，在新的报告的巡回演唱，这是第一站台东，而且是免费的，我想要送给很多特别期待我表演的一些朋友这样。但是我昨天才刚回来，我人回来了，我的吉他也回来了，但是我的行李箱没有回来。你知道那个事情是怎么吗？就是法国最近在大罢工，然后台湾最近要面临那个台风要来，我在法国就很担心啊。法国大罢工，我怕我回不了，因为法国罢工，跟罢很难念啊。法国罢工的时候没有石油了，所以很多飞机可能就没办法飞了。啊，好，我运气很好，我飞了，飞到香港。可是也知道台风要来台湾了，我不见得飞了回来。我想说怎么那么困难？我只是想家而已。但是还是真的很顺利，就飞回来台湾。昨天，下了一点点小雨，没有影响到，就是在飞机上有一点点那个云霄飞车的感觉，这样子，而且大家一起尖叫，然后外国人都很喜欢，好，那所以我的行李箱。后来找到了啦，我以为是在法国不见了，这是在香港，就是你知道以后行李箱记得要写名字哦，我都没有写，我就说，那个他们就问我说你行李箱有没有写名字？我说没有，有行李箱有什么颜色或者是特别标志？我就说有那个我的行李箱是红色黑色，可是还有一点点原住民的图腾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线索去找了，好险我有图腾。对，行李箱也要记得要写名字啊。好，那个礼物呢？有，我们送，看一下，给我的。然后因为都去很多国家嘛，都会买礼物这样回来，这样。好，当然法国礼物没有了吗？行李箱还在香港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今天会帮我送回来，所以法国的礼物来不及给你们。然后法国之前的国家就是中国嘛，然后所以不好意思，我送给大家的是上海的礼物。那你们不要太失望嘛，好不好？其实大陆最近的发展真的还蛮夸张的，但是真的很进步。我觉得我不是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的，但是第一次去上海。上海真的是一个外表看起来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。最近虽然昨天录课很辛苦，他们昨天碰到台湾的台风，他们也见识到了。然后在上海有看到一个区块很特别，叫田子坊。然后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没有。它是一个古老的，就是他们以前的老房子改建的一整个大块的社区，然后里面呢就是翻新，然后就供给那些在首创市集的那些年轻人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卖你自己做的作品，当然大部分都是一些像台湾的那种首创市集，卖 T 恤的、卖娃娃的啊，卖自己发明的一些像是文具或者是家具这样。我觉得很棒诶，在台湾还没有，真的。台湾还在成品外面摆路边摊，好可惜，好可怜。要不然就是难得有一个像铁花村这种地方，才有可能看得到这些东西。可是它那个是整个